農曆7月又嚟啦，大家都知道夜晚唔好晾衫喺騎樓，唔好着黑色衫，人哋燒街衣唔好執人哋嘅零錢，要兜路走，亦都唔好去游夜水。講咗咁多年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唔使你講。我係蔡偉雄，我教大家今年應該點樣趨吉避凶。今年嘅鬼節比以往更加兇，因為喺農曆6月30有日全食出現。雖然你睇唔到，香港睇唔到，但係並不代表冇發生過。所謂天狗食日，乃是不祥之兆。加上7月1號子時，奇門遁甲死門走到去正南位置，亦都係今年嘅五黃在位，兇上加兇。加上喺嗰個時段裏邊有白虎、有天沖、有丁家貴，所有嘅惡鬼、窮鬼、冤鬼、自殺鬼都一次過衝晒出嚟。你諗住7月14號食完晚飯落去濟貧燒街衣俾啲眾生，但係有冇諗過你燒着咗啲嘢嗰時候，其實就係打開咗一道門嘅空間啊！打開咗咩空間？我唔知道。咁不如留返呢啲動作俾啲師傅幫你去濟貧，係咪會好啲呢？喺7月15號子時，亦都係死門走到去鬼戶個位置。死門、鬼戶，道門開到盡一盡。如果你想打開道門，好容易啫，擺2桶水喺東北位就可以啦。不過點樣閂返道門，唔好問我啊！喺六壬神課裏邊，神土即係龍啦，係可以塞住鬼戶。只要擺一幅龍嘅畫像或者係飾物喺東北位，就有效咁樣可以塞住個鬼戶。咁當然啦，龍嘅飾物係要開個光，又或者你可以擺一條化煞符喺東北位，亦都有相對嘅力量。最後你唔想喺盂蘭節撞鬼嘅話，千祈夜晚唔好攞住個黑色電風扇係咁喺度吹，亦都唔好走去放狗，亦都唔好着件黑色或者白色衫周圍走。鬼門關會喺9月10號夜晚10點59分關門，但係枉死冇死亡證嘅朋友有機會返唔到落去，咁留咗喺人間，咁點算呢？總有一隻喺你附近嘅。